橋國際幼稚園 ECK2 班嘅余麗薇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小狗去探望祖母，祖母送給他一籃芒果帶回家。小貓去探望外婆，外婆送給他一籃香蕉帶回家。小豬去探望叔叔，叔叔送給他一籃蘋果帶回家。小狗說：我只有芒果，但我也想吃芒果和香蕉和蘋果啊！小貓說：我只有香蕉，但我也想吃芒果和蘋果啊！小豬說：我只有蘋果，但我也想吃芒果和蘋果啊！這樣睡來可以吃到，它們都可以吃到，同時吃到芒果和香蕉和蘋果了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OK。